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讲这个明太子，这是雪鱼的卵，加珍贵。有的店家这个做生意无实在，讲是明太子，但是其实是用一般的鱼卵。高雄有一个姑娘啊，伊这是住伫咧巷仔内的，伊到公山的一间餐厅去食饭，明明是点明太子鱼仔面，结果旁来的毋是明太子，毋是雪鱼卵，是一般的鱼卵，伊感觉去互欺骗咯。啊，店家这头家有出来回释咧，讲后摆号名会更加谨慎。去餐厅食饭，点有柠檬香的明太子三文鱼饼面，不过安怎看安怎奇怪，用手指头去改订，发现这不是明太子。当下跟我个人所认知的比较像是虾软。那等了一下子之后，这个第一个服务人员就回来跟我说，它是明太子没有错。然后他们主管才过来跟我说，这个是鱼软。菜单上面写的就是明太子，你应该要出餐就是要出明太子啊，因为明太子是确实有这个东西的，那你不应该误导消费者，然后就是出了一个不是明太子的东西。感觉叫店家怪气，用珍贵实在来号名煞胖介绍真价鱼卵。对这份餐点，真侪朋友也来回应，先莫讲这份意大利面介绍敢无贵，讲这根本是天差甲地，口感无共款就是无共款。真侪餐厅拢是安尼高讲话来欺骗人客。会在这部分再去检讨改进，对，就是避免我们会还有类似的状况发生。我们应该名称会先改掉，那目前产品也都已经先下架。对餐点号名的说法，餐厅嘛紧甲产品提调，嘛讲未来会真正号名。明太子意大利面是真侪人爱食的餐点，网络店嘛有真侪人分享变怎做。啊，若论真，大部分的明太子意大利面，明太子拢已经含酱汁甲参做伙淋伫咧面内底，无怪这摆小姐的目睭前内发现无对头，嘛紧跳出来回应。业者后边伫咧甲餐点号名时，把拢真细腻，避免发生消费纠纷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